在永康凌霄保定木龙宫庙埕前，汇集了来自各地善心大德心意，贡品丰富，包含六只猪、清淡米粮以及数千份的贡品，场面是十分的壮观。今年这个有加120间的企业团体来这个赞助咱这个普渡的贡品安尼，所有的贡品几乎拢是要配合国历的12月初7，咱会举办这个寒冬送暖的祈福大法会，就甲今仔日普渡这贡品送这个历年拢是送台南市永康区尔，今年这个贡品加增加200-300份出来，所以会阁增加东区，咱台南市东区。当然阁有这个剩的物资白米种遮普渡贡品，有若拢照往年会配合康房金爱心慈善会，有若是共款互遮弱势，这顾名思义普渡就是要互民扬两利嘛，顾名思义，咱的国家才会当人兴旺。社稷才会当人安宁啊！甲新年普渡大典，庙方也特别邀请到大道长林正生来主持，全程依循传统古礼进行普渡仪式，并为0206大地当罹难的乡亲来超度。咱0206地当115位这神明咱庙方就拢有甲邀请来遮，当然咱所有外面的贡品，这380几道，以及3600包的这个白米啦，是6只生猪也好种这物资拢是要互因遮享用的。主委王大明表示，这次普渡大典不仅是传统宗教仪式，更是回馈社会重要行动，特别响应社会局实物爱心银行的政策。早至目前，已经有21个公司单位响应，总共捐赠白米3600包，以及超过5000份相关物资贡品。这些物资也会全数送予当时弱势家庭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